歡迎收睇新聞透視。逆權管有英文咧就係 adverse possession， 意思即係對抗性咁霸佔一個地方。嗱，喺香港咧，任何人只要持續咁霸一塊私人土地12年，又或者係霸一塊官地60年，就可以向法庭申請逆權管有。打贏官司嘅話，霸地嘅人隨時可以變成業主。聽上去好似同我哋崇尚嘅保障私有產權相違背。點解會有咁樣嘅法例嘅呢？2個月前，位於荔枝角呢一間工廈地下嘅士多申請逆權管有成功，老闆娘晶姐正式攞到鋪頭嘅業權，可以繼續經營。1991年7月1號之前，你霸嘅地方，你就要證明你連續霸咗20年。咁喺1991年7月1號之後霸嘅地方咧，你就只需要證明12年你霸咗，有咁嘅證據就已經 OK 嘅啦，已經即係可以足夠攞到嗰個業權。請坐啊，係嘛？黃家興係精記士多嘅代表律師，佢話今次勝訴，除咗因為有相關嘅案例，更加重要嘅係晶姐保留咗好多證據，證明佢持續用呢個地方超過20年。佢哋可以由76年一啲水費按金單都已經保存得咁好，咁佢都提夠足夠嘅即係嗰啲商業登記證啦、水費單啦、電費單啦，係咪按金單啦？公眾地方就係你好難劃分到佢，起碼你要有啲木板或者一啲鐵閘圍咗個地方出嚟，俾個官睇見佢哋連續霸咗嗰20年咧，已經係冇晒問題。所謂國界無永恆，過去嘅土地界線亦都係咁，唔係你霸我嘅，就係我霸你嘅。一啲舊區或者係偏僻嘅地方，有人可能霸地幾十年都真係冇人理，但係一去到重建或者係收地咧，就有人爭啦。呢啲非法霸佔，但係又真係長時間投入咗金錢同心血嘅用戶，業權問題可以點樣解決呢？李炳章先生咧就從1952年用咗7000蚊就買咗佢而家霸翻嚟呢個官地，就係連埋間木屋，跟住佢又起咗間石屋。黃家興律師有研究亞公岩村霸官地嘅案例，佢又要我哋做一個茶餐廳咁嘅形式。咁啊，因為你要問人哋政府批㗎嘛。咁因為政府發現佢當時佢原本嗰笪地係29號同埋29號 A 係冇問題，但係政府一睇翻佢霸翻嚟個官地咧係29號 B， 所以咧佢申請乜嘢都唔批俾佢。咁曾經告過佢嘅，咁佢就攞埋呢啲證據就可以足以證明，喂，我不嬲呢段時間我都用緊，法官判佢贏咗。以李炳章嘅案例嚟講，佢嘅管有業權會同佢本身擁有嘅29號同29號 A 嘅租用年期一樣，有999年，但係就唔會成為永久業權。咁因為你係霸個地係黐住原本你本身擁有個地嗰度，咁咧佢咧就呢個據用原則嘅精神咧就話將你霸翻嚟嘅地咧就自動附加咗即係或者附加咗埋你原本嗰個地度，咁就合成一組，佢就可以繼續係用翻呢個居住用途，佢唔可以冇王管嘅。不過黃家興話，暫時未有案例係成個建築物都係起喺霸嘅官地上邊，而又成功逆權管有。如果真係成功嘅話，咁就可能會成為永久業權，可以同政府打官司拗呢笪地有冇機會會變咗係你係一個永久業權。但係呢個係絕對係灰色地帶。其實有好多地方真係我覺得山高皇帝遠，真係其實政府未必理得到。